夜晚坐車或者揸車嗰時，會唔會聽收音機嘅呢？撞啱聽到啲恐怖嘅節目，你又會唔會繼續聽呢？因為遲啲要調組嘅關係，連續幾晚都要 OT 講埋啲手尾，其實啲嘢都交代得七七八八㗎啦。本來仲以為可以早收工，點知搞下搞下，連尾班車都走埋，死死地氣，唯有坐的士返去啦。由公司坐返去，話遠唔遠，話近唔近，比着平時我一上車實瞓到不省人事。今日唔知點解，硬係就瞓唔着。我黑埋眼，聽住收音機，播完新聞之後呢，我仲以為佢會繼續播歌，點知突然間聽到段好鬼死恐怖嘅音樂，嚇到我當堂醒晒。我望下出面街，夜半三更，鬼影都唔多謝。唉，唔係要硬食喺度聽鬼故啊！我仲諗緊好唔好咁樣衰叫個司機大佬熄鬼咗佢。古堡驚魂，然後先發現原來只係廣播劇，唉，俾佢嚇死。上回講到老先生同老太太收到一封來自一個歐洲小國嘅電報，內容係話一聽啲配樂同條友講嘅嘢，就知呢啲係幾廿年前啲節目啦。我忍唔住同個司機講：揾翻啲咁舊嘅嘢出嚟播，都幾慳皮㗎喎。平時好多司機大佬都好吹得噶嘛，我仲以為撩佢吹下水冇咁悶啦。點知佢睬都唔睬下我，唔通佢唔知我同佢講緊嘢？呢個時候我見到佢喺後鏡度皺晒眉頭咁掘咗我一嘢，我先醒水，原來佢話我煩親佢，咁咪唔講，繼續聽收音機咯。估唔到聽聽下又 OK 喎。到底當佢哋趕到去古堡嘅時候，又揾唔揾得到失蹤咗嘅老小姐呢？記得聽晚同樣時間收聽《古堡驚魂》大結局啦！哇，唔係啊嘛，仲要等聽日？點知我一開聲啫，又俾阿司機大佬啤咗嘢。唉，本來見佢咁唔好露皮，都費鬼事打攪佢，但落車找錢嗰時，佢竟然又講多謝喎。咁我咪多口問句，係呢，司機大佬，你啱先呢個咩台啊？一聽到我咁問，佢又黑晒面咁話咩台啊？見佢咁嘅反應，我係有啲淆底。不過橫掂都問咗啦，我咪指一指個收音機話，頭先電台個廣播劇。電咩台講咩播劇？我個嘢壞噶，頭先邊有開？跟住佢一口氣講咗，我估佢忍咗成程車嘅粗口，然後一嘢揸車走咗啦。無啦啦俾人問候，我入到 lift 條氣都仲頂住，但係靜咗落嚟先醒起個重點。頭先條友話佢根本冇開過收音機。吓？唔係啊嘛？咁頭先成程車我聽到嘅到底係咩咁？我嘗試上網查下有冇呢個節目嘅資料，完全揾唔到。返到公司問埋我同事阿明，佢成日有聽開電台節目，都話冇聽過啲咁嘢。唉，我唯有安慰自己話，其實我一上的士就瞓咗，全程只係發緊夢咁。直到嗰晚同樣時間，我唔忿氣，開住個屋企個老爺收音機，逐個台轉下，睇下會唔會揾到個台。當然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啦。正當我諗住放棄嗰時，收音機突然間由沙沙聲開始夾雜咗啲講嘢聲，好小心咁再微調一下，節目嘅內容變得越嚟越清晰。由嗰時開始，古堡就唔再俾人出入啦。古堡驚魂已經全部播放完畢，聽晚同樣時間請收聽另一個故事。播完，阿邪嬲得我呢，諗住熄機返去瞓，點知個台又無端端變到越嚟越沙到只係隱約聽到一把男人聲，好似好辛苦咁喺度重複講住幾隻字。講咩啊？我忍唔住再校一校個台啦，諗住，點知之後直情冇晒聲啦。無論我試幾多次校返去同一個位置，都一樣冇反應。後來我發現的而且確呢個台根本唔存在，但係聽過第二次之後，我又唔覺得係發夢咯。